上天雖然令我個命運對我好不公啦，但係我亦都會有幸運嘅時刻，就係我嘅養母從小咧就領養我到而家啦。咁啊，所以好細個嘅時候都好想咧，俾自己咧好好地用我嘅努力啦，用我嘅汗水啦去換嚟報答佢。咁樣樣，咁但係加入康寶萊之前咧，其實咧我都俾自己好拼命，當時25歲，好拼命做到去旅行社經理。咁啊喺香港咧，其實喺旅行社經理嘅收入咧，其實真係唔差，所以當陣時咧冇諗過要轉一個行業，直到係咩？直到我喺呢個 social media 上邊咧認識咗我教練啦，我嘅 Elta 教練啦 ，OK， 都係啱啱新升嘅2500 RO 推廣組啦 ，OK， 咁啊喺嗰度認識嘅時候咧，其實佢初佢只係叫我使用產品，咁我冇諗過去發展呢度，直到佢邀請我去第一場我哋嘅 Extravaganza。今日有冇我哋第一次係嚟 Extravaganza 嘅朋友？我當時咧，我係去到2013年嘅 Extravaganza 人生第一次，同你哋一樣，都係坐喺 General 好後嘅位置。當時睇到台上面嘅人咧，好多佢好成功啊，好閃閃發光，佢嘅生活模式、生活質素，我覺得係好，就係自己想要嘅嘢。所以咧，俾自己咧嗰陣時亦都喺呢個 Extravaganza 裏面睇到自己人生願景同埋方向咧。所以喺我完咗嗰1年嘅 Extravaganza 之後，翻到去咧就俾自己決定全職啦。咁啊，全職咧，全職完之後咧，自己咧1年半裏邊咧就升咗呢個推廣組啦。咁升完推廣組之後，其實咧都好似大部分嘅推廣組係想浮沉咁樣去做。咁啊，喺5年嘅時間咧就升咗呢個喺25年嘅時間，即係去到2020年嘅時候咧，就升咗呢個2500嘅即係 Gap Plus 嘅位置咧，甚至乎係 Mil 過 One 嘅，即係推過咗呢個富豪組嘅第1個月。但係咧，